让让，治安所办案。小点声，小点声，别把小伙子鱼吓跑了。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啊！不是吧？系统说的高价值东西就是一具尸体。新手任务成功，积分商城开启，奖励500钓鱼积分已到账，可兑换物品：初级体质强化剂，1000积分神级打沃尔量，200积分现金兑换，1积分等于100元。我操，真有钱拿！正愁着没钱交房租呢，我要兑换现金。支付宝到账5万元。钓鱼能致富，系统撑不起我。确认了，是嫌疑人抛尸用的编织袋。张队，可以啊，效率这么高。不是我们找的，是这小子钓鱼钓上来的。可以啊你，立大功了。不过这袋子破了，里面的尸块不全呀。这河道水流这么急，碎块肯定冲散了，找不到证据，想给嫌疑人定罪就难了。封锁水域，全面搜查。各位钓友，我们要搜查，麻烦先把渔具收了撤离，安全第一。小伙子，行啊，虽然没钓上大鱼，但是钓上这些玩意儿了，也算是为民除害。那是，钓鱼佬永不空军。你厉害。这个东西也不知道能存在多久，万一跑了就亏了。现在能赚钱，我先赚了再说，管它是什么。陈野，就算你立功了，你也不能妨碍我们办案啊！啊，同志，我就钓1竿，钓完马上走，绝不耽误你啊！就算是条小鲤鱼也行啊，好歹混点积分。哎呦我去，还真钓上大家伙了啊！这次绝对是大鱼！头骨，法医快看看，这是不是丢失的尸块？都是你钓的？哪有这么巧的事儿？我就是想喝口鱼汤，真是比动物和海员比小白菜还惨呢。完犊子了，这2次鱼河居然算同一件事，积分没拿到还成嫌犯啊！早知道不贪这一口了。行，既然你这么想喝鱼汤，那跟我回所里，让你喝个够。你钓的尸块啊，是杀妻碎尸悬案的关键证据，你是我们的大功臣啊！这是大厨做的鱼汤，喝吧，大功臣。谢谢文姐。感谢陈野先生协助，我们才能顺利破获这个悬案。局里决定奖励陈野先生5万元。好。虽然过程惊险，但一下子赚了5万，加上之前系统兑换的5万，房租和生活费彻底不愁了。案子破了，亡者能安息。你积了大德，以后再钓到奇奇怪怪的东西，直接打我私人电话，省得你再被当嫌疑人。张队，您就不能盼我点好吗？我只想安安稳稳钓鱼，我可不想再跟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打交道了。那鱼汤就给你放这里了，大功臣。陈野，下季度房租到底交不交啊？再不交就滚蛋！我这房子有的是人抢。
浑身上下掏不出几个子儿，还占着我的好房子，今天必须给个准话，交房租，还是卷铺盖滚蛋！支付宝到账4800元。急什么？钱嘛，又不是没有。哎呀，小陈啊，你咋不早说要交房租呢？阿姨刚刚就是在练嗓，最近我们老年歌舞团啊要开演唱会。哎呦，你看我这耳朵脆，听不得大嗓门儿。哎，阿姨这就走。哎呀，有任何需要随时叫阿姨啊。这就是金钱的力量吗？爽！哎，以前我看他脸色，现在轮到他看我脸色，舒服。新鱼干到了。这手感绝了呀！哎，有了这个，别说什么大青鱼了，就是钓鲨鱼都够了。系统任务还不歘歘完成，我这钱包还不嗖嗖鼓起来。钓鱼热力图刷新成功，检测到高价值目标，位于距离江陵市30公里的鬼哭潭水底，标记为深红色光点。新杆子新气象，这红点儿指定是条白金巨青。得注册个新直播号啊！陈大师绝不空军，江林市热心市民，目标就白金巨青。我可是要成为最强钓鱼主播的男人。今晚鬼哭潭直播首秀，让大家都看看我钓的巨物，彻底摆脱钓师大师的称号。小伙子，前面就是鬼哭潭的范围，传说潭水深不见底，每年都有人莫名失踪，晚上还能听到哭声，当地人都不敢来。我劝你啊，也赶紧掉头吧。怕个球啊！老子连碎尸和头骨都掉过，还怕鬼？还哭的声音，说不定就是风吹树林的声音呢。小场面。小伙子别怕呀，是你大爷我。大爷们，你们怎么来了？这不是看了你的直播吗？小伙子，我们可打赌了，看你这次能不能钓上大鱼。那必须的。你们怎么赌的？我们赌你钓不上。大爷们，这话我可不服啊！这儿就是鬼哭潭，今年我就要挑战钓白金巨青。哎，主播，这地方看着也太阴森了吧？你是来钓鱼的还是来盗墓的？哎，我听说鬼哭潭根本没鱼，全是水猴子。主播小心被水猴子拉下去当替死鬼。水猴子，就算真有水猴子，我也给他钓上来盘一盘。今天我就要证明鬼哭潭不仅有鱼，还有大鱼。哼！天黑了还不走啊？主播啊，你是真头铁呀！我老家就在这附近，这地方啊邪乎的很。主播，快跑吧！系统打开热力图。大家别慌啊，大鱼呢都喜欢在晚上开口觅食，现在正是钓大鱼的好时候，我再等一会儿。
肯定能有收获。有了！我靠，这里的绝对是巨物！主播稳住啊！稳住！你看这杆子弯的，你是不是挂住潜水艇了？大爷，你别瞎说，这肯定是条大鱼。这是。这是飞机呀！这是小伙子，你钓上来一架 UFO 啊！这好像是大型固定翼无人机呀，这么大的个头，得好几万吧？哎呀，这玩意儿看着像是军用的呀！主播，你行了，钓这东西要进去踩缝纫机的呀！这都能钓上来？假的吧？假的吧？物品检测，大型改装走私无人机，价值评估极高。这玩意儿居然是走私的！完了，又惹上大麻烦了！快打开看看，里面是不是装着外星人尸体啊？哎，主播，干嘛不敢打开？是不是心虚了？我就说是假的吧，这绝对是他提前做好的，都是剧本，大家伙千万别被骗了。大家先别吵啊，这东西看着就不简单。我觉得吧，咱们还是得相信治安员叔叔。喂，张队，我好像钓到了一架飞机。什么？飞机？飞机怎么可能被钓上来？陈爷，你是不是做梦了？我没有，真是飞机。我就听说鬼哭潭有鱼嘛，我一溜烟我就坐车过来，唰啦一下我就放线，唰一下就中了鱼，然后嘿呦我就使劲儿，然后结果就钓上来了吧。陈爷，你听着，千万别动，就在原地等待，我马上带人赶过去。好，我就在原地等着，绝对不动。鬼哭潭位于两省交界处，地形非常复杂，一直是我们治安所的管控盲区，极其容易成为走私通道。这里面绝对不简单。主播，你别装了，赶紧收拾场子，再演下去就没意思了啊！我给作证啊，这绝对是真的。小伙子深藏不露啊，怪呀你这！小伙子，你跟大爷说句实话，你是不是那个治安队编外人员啊？我说我不是，你们信吗？张队，这是大疆 T 系列工业机架改装的，用于载重长途飞行。初步检查没有爆炸装置。这些是市面上被严格管控的高端芯片，价值不菲。这绝对是一起特大走私案。陈爷，你是怎么办到的？我操，主播牛大发了！之前质疑主播的，现在脸疼不疼啊？原来主播真的是潜伏在民间的刑部尚书啊，太牛了！别人钓鱼养家，他钓鱼养治安所。陈爷，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在道上有线人？怎么哪有答案你就往哪钻？上次是碎尸案，这次是特大走私案，你的运气实在是逆天了。我没有，张队，文姐，我就是个普通钓鱼佬，谁知道每次鱼不上钩，去钓上这种东西啊！行了，把无人机和芯片装上车，带回所里仔细检查。陈爷，你跟我们回去做个笔录。这。刑部尚书在世，别人钓鱼是钓鱼，你钓鱼是钓案子。主播就是潜伏在民间的正义使者，建议治安所给主播颁发一个特别贡献奖。我不就是想钓条大鱼吗？这怎么越努力越空军呢？心凉飕的。恭喜你啊，现在已经是江林市的名人了，10万奖金已经上报，很快就会到账。支付宝到账10万元。这下心里有点暖和了，这给治安所办事儿也算是做了件为国为民的好事儿啊！叮，任务完成，
调获走私无人机，奖励积分2000点。检测到宿主当前力量不足，无法应对大型渔获，建议兑换初级体质强化剂，1000积分。哎呀，还有这好事儿？那方面岂不是也能得到强化？现在就不光是暖和了，热的有点伤心了都。兑换初级体质强化剂。我操，这太强了吧！无痛健身，瞬间变强。当你手持鱼竿时，周围10米内的鱼类会对你产生轻微的好奇心，降低警惕性。太好了！从前总有人嘲笑我只会钓死物，现在有了这个技能，我一定要钓上一条真正的大鱼。野河的鱼密度太低，我这就去商业钓场，让他们见识下什么叫实力。哼！哎，小伙子，怎么是你啊？这有案子？大爷，你说什么呢？我是来钓鱼的。哎，这不是咱江陵市那个刑部尚书吗？你这怎么有功夫来我这个小钓场？我这坑里只有鱼啊，可没有你那些业绩。别废话，你加入去我坑怎么收费？4个小时，500。怎么这么贵？你家鱼吃金条长大的呀？嫌贵你可以不钓啊，我这坑里鱼能一般吗？昨天我刚放了2000斤工程机，对吧？你有本事你把我这坑你给我钓干了，我认。王大发果然没吹牛，这坑里的鱼确实多到惊人。我钓了，要是我报户，王老板可别哭鼻子啊！尚书大人开堂审案了，这次的被告是黑坑老板吗？老板敢跟尚书大人打赌，怕是不知道尚书大人的厉害。大家别老惦记案子了啊！今天我要给你们展示真正的钓鱼技术。哎呦！不对劲，这鱼怎么只在鱼钩旁边转悠，不咬饵啊？尚书大人怎么回事？钓了这么久，一点动静都没有。我看他不是来钓鱼的，而是来做慈善、来喂鱼的吧？可不咋，这钓了半天了，鱼护比脸还干净。不行就去市场上买2条挂上，咱们保证不拆穿。怎么样啊，尚书大人？这么半天还没口上？你那个手气啊，就不适合钓这些，就适合钓点什么无人机啊、烂渔网啊。你那个八字跟鱼的八字它不合。别耽误时间了。几点了？哎，我说行不行啊，小伙子？男人不能说不行。今天这鱼我指定能钓上。傻叉！老子昨天刚往池子里撒了半吨化肥，把水的含氧量降了下来。鱼都缺氧浮头，哪还有心思吃你那儿？我说你不行啊，就赶紧收竿，回家洗洗睡觉，别搁这丢人现眼了。小伙子，等这么半天，你这个一口都没有啊！你这500块钱算是打水漂了。看来这个钓鱼场啊，没有你的钓鱼业绩。你别等了，你再等，你这个鱼竿都生锈了。就是钓不上鱼不丢人，你的专业不在这里，回家吃饭吧啊！我可是要成为最强钓鱼佬的男人，怎么可能空军？那你看鱼他上你钩吗？妈的，这就不知执法就是吧？系统初级鱼类切合技能全开，技能已生效。鱼来！哎呦，哎呀呀，
哎呀呀呀！哎呦呦呦呀！我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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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快快！那鱼自己冲过来了，看见了吗？这不可能啊！我操，这是什么邪术？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万鱼归宗？主播，你是不是往水里倒了什么东西？这鱼跟嗑了药一样。怎么会这样？我明明撒了化肥，鱼怎么还会这么活跃？这下看到我真正的实力了吧？我可是……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多大本事。这怎么回事？你们倒是咬钩啊！光蹭我的钩，往身上跳有什么用啊？我要的是钓上来，不是看你们表演。难道技能只能降低鱼的警惕性？警告！检测到高危干扰源，类型非法电子设备，位置钓场中央水底。电子设备，原来如此。触发任务：揭露黑坑真相，调出水下非法干扰源，曝光王大发作弊行为。兄弟们，既然王老板说我技术不行，那我就给他换个法子，给大家开开眼。哼！哎，你干什么你？我这黑坑不让毛钓啊，你违规了，你知道吗？谁说我要钓鱼了？我瞅见湖底有个大家伙，不像鱼，我想钓上来看看。怎么，不是你说的只要有本事把坑钓干了都行？现在玩不起了？就是啊，王老板，刚才还挺横的，现在怎么怂了？你让小伙子试试嘛，他说了不钓鱼，你怕什么？就是，哎，对，哼。是不是钓上来了？是吧？不对呀，这好像又挂底了，这是挂底了，我还以为钓到什么东西了。哎，断线了，我可不管赔啊！挂底，那是你没看过这拉扯的力度。瞧好了，哎，不对，哎，你看他那干烧动的是有节奏的，那不像是死的感觉，那是活的呀，那是。洗！哎呦嗨！哎呀，这是个啥？音箱？这不是音箱，这是……这什么东西啊？这刺耳朵呢？这是高频声波驱鱼器，专门赶的鱼晕头转向，不敢咬饵。王老板，你这作弊手段挺专业啊！我操，这老板太缺德了，骗钱就算了，这玩意儿伤鱼啊！上个月在这儿钓了500块的，空军一整天，原来是被坑了，已经打治安所电话了，这种诈骗必须严惩。哎呀喂，黑心老板，哎，你退我们钱？就是退钱，亏我们天天还在你这钓鱼，你就这么想坑老顾客啊？哎，不，各位别听他瞎说啊，这个可能是上一个老板留下的，在水底下我不知道啊，可能是年久失修，那个线路老化，给误触给打开了。那这样，今天的钱全免了，好不好？别生气啊，别生气。那也不行，不是今天不行，我来多少钱？王老板，你这标签上的生产日期是上个月的，你都接手这钓场半年了，你说是上个老板留下的，当我们是傻子？就是赔钱，当我们傻子，赔钱，你必须给你个教训。陈野，怎么又是你？又来给我们送业绩来了？什么业绩？这分明就是柯南嘛！走哪出事？高频声波驱鱼器属于非法渔具，你拿这个欺诈钓友，挣了不少吧？跟我回所里走一趟。等一下，陈岩，我这是黑坑，你给我用毛钩，你违规你也该罚。我钓鱼了吗？我钓的是非法作弊装置，我跟鱼八字不合，这可是你说的。直播间的兄弟们评评理，我说的对不对？带走。你小子可以啊！2天不见，业务范围从刑事案件拓展到经济罪犯了。我这刚买的包子还没吃一口，就被你一个电话叫过来了。江队，我可比窦文还冤啊！我真的只是想来钓条鱼，你看我现在一条鱼都没钓到，又空军了。哎，那不是有一条吗？好歹是条鱼。
凑个数呗。任务完成，揭露黑坑真相，调出水下非法干扰源，奖励积分500点。检测到宿主未调获鱼类，并成功将违规老板移送至公安机关，触发隐藏称号“黑坑鬼见愁”。这不算，钓鱼人的事儿，简单能算掉的吗？去，好歹赚个500积分，换家黑坑试试，一定要钓上一条正经大鱼。哎呀，老板，快跑啊！那个黑坑克星陈也来了，再晚就来不及了。老板，贴。哎，哎呦喂，陈大师，真大爷，求您换个地方玩吧，我这刚开没多久，经不起查呀。你快起来，快起来！老板，我就是个普通钓鱼佬，我就想安安静静钓个鱼。陈大师，您是不知道啊，昨晚我们整个黑坑老板圈都炸锅了，谁要是敢接您，就是跟全江林的黑坑界作对。我们这小本生意得罪不起呀！哎呀，我今天歇业。我就想钓个鱼，怎么还成行业公敌了？这黑坑不让钓，这野河又总钓出乱七八糟的东西，这天要亡我呀！发布新任务：远征水库，黑坑受限，前往水库钓获30斤以上野生鱼，打破只会钓死物标签，奖励积分1000点。哎，对啊，我怎么就没想到水库啊？那才是钓鱼佬的天堂啊！没人管，想怎么钓就怎么钓。啊，来回车费1000多，我这去几趟都够付个车手付的了。哎，那我为什么不买辆车呀？买辆能哐哐碾烂路的钓鱼佬专属战车。从今天开始，杀向大水库，开启新征程。这哪来的叫花子呀？还来逛汽车店？就是。哎，这离地间隙，这4驱系统，什么样的烂泥路去不了，什么样的陡坡爬不上去，这才是硬派越野钓鱼佬的梦中情车呀！先生，看车可以，麻烦别用手摸。这鱼腥味和泥点子粘上去，会影响我们卖车的。哪个鱼塘爬出来的民工啊，这么膨胀了？提个破箱子就敢来开20多万的车？民工怎么了？民工挣的哪一分钱不是踏踏实实挣的？比某些狗眼看人低的销售挣的踏实多了。20多万的车很了不起啊！我还就告诉你，我一天钓鱼赚的钱比你卖2辆车提成都多，你信不信？你钓的是金龙鱼还是中华鲟啊？一个月也赚不上2000吧？真是钓傻了，把梦话当实话讲。识相点，赶紧走，别影响我们做生意。你这满身泥腥味的样子，把我们大客户都吓跑了，你赔得起吗？赶紧走。那我今天要是全款买这辆车，你该当如何？你今天要是能全款拿下这辆顶配坦克300，我当场跪下给你道歉，还喊你3声爷爷。我赌你连首付都掏不出来。把你们经理叫来，我不想把这单给你。哼，我还不稀罕你这单呢，拿个卡就想装有钱人，怕是卡里的余额为0吧？还想让我给你叫经理？做梦去吧！就是，穿得跟个要饭似的，还敢来我们这儿凑热闹？我们这可是高端品牌汽车店，可不是什么电动车店。我最后再说一遍，把你们经理叫来！快去叫经理，有人要砸场子！谁敢砸我的场子？
我要买这辆车，有现货吗？有的，这位先生，我先帮您介绍一下。刷卡全款，现在提车。还有这堵墙的损失，我也赔了。好。陈先生，我不想看到你。你被开除了。真他妈的爽！这就是金钱的力量。哎，哥们儿，怎么停的车呀？没看着我倒着了吗？我去，刑部尚书陈野，你认识我？何止是认识，我还知道你的不少英雄事迹。怎么，尚书又是准备带着你的老年人抬轿，开着新车去派出所进货呀？关你屁事！你谁啊你？小爷赵多余，江林路亚俱乐部的，有没有兴趣跟我比一场？原来是赵家那个钓鱼圈的富二代，这种地主家的傻孩子最好骗，万一赢了，说不定还能捞一捞他的顶级装备。我考虑一下，你要比什么？就比谁钓的鱼更极品。你要是输了，你就对着直播间大喊：路亚才是王道，抬钓就是老年人体操。好社死的惩罚。那我要是赢了呢？赢了，小爷就把车上这3万多的鱼竿送你，稳赚不赔呀。好，比就比。那咱们龙王水库见。大家点点关注啊！今天跟赵公子赌钓，让他看看抬钓是不是老年体操。就这装备，这技术，尚书你可悠着点，别摔水里了。不可能，刑部尚书出手，力无虚发。大爷，你们怎么又来了？大爷们的事儿你别管，今天你好好钓你的鱼。小伙子，这次我赌你赢，那2个老家伙赌他赢。开门红啊！尚书，你那老年钓法啥时候能上鱼啊？我操，还是个活物，肯定是个金贵的鱼种。赵多余，你输定了。系统，开启初级鱼类亲和。我去！我去！哎，这水库也太大了，这个鱼距离我至少有200米远，得游多久啊？尚书大人，还在这姜太公钓鱼呢，要不要小爷给你扔条鱼，给你钓一下？怎么这么狂啊你？既然这鱼这么慢，那我就加码，让你游得更快点。系统，兑换强力诱食剂。哎，这尚书大人怕不是个傻子吧？啊，抬钓往深水区打窝，做慈善呐！赵少爷太幽默了。臭小子，你懂个球！你懂什么？这可是尚书大人的独家刑法。我靠，这他妈是什么玩意儿？
金龙啊！管住，管住！这得是一条几十斤重的大鱼。怎么样？你小子输定了！你别高兴的太早了，这鱼钓上来才算赢，别半路开枪被人切线了。给我钱！哎，我操！这得是一条几十斤的大鲶鱼啊！哦！哇塞，它有脚啊！不会是水鬼吧？哎呀，我去！这是娃娃鱼呀，国家2级保护动物啊！什么？牢底坐穿烧？我这是不是要被关进去了呀？齐天大老爷，我发誓，我只是想钓鱼啊！这玩意儿，这自己咬钩的，这碰瓷儿啊！他是。行啊，我赵某愿赌服输。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不，爷爷，求你别叫，行不行？别叫了啊！喂，治安所吗？我在龙王水库，我钓到了一条几十斤的娃娃鱼。好的，陈野先生，我们马上派人过去。他们怎么知道我是谁？你说这娃娃鱼炖了是什么味道？闭嘴，别瞎说！真熟，赵公子也是个法外狂徒。尚书大人的表情太精彩了，那种想吃又不敢吃，想扔又不敢扔的纠结，简直是影帝级表演。这条娃娃鱼50多岁了，几十斤重，对生态研究意义重大，太感谢你了。陈野，你可真行，先是钓尸体，然后是钓走私货，现在又钓上保护动物了。意外，纯属意外。陈哥，以后我就跟你混了，就你这运气，比开盲盒还刺激。差点就牢底坐穿了，能不刺激吗？我只是想成为最强钓鱼佬，喝口鱼汤，怎么就这么难？唉。人杰啊！任务结算，远征水库，成功垂钓并上交30斤以上野生鱼，金色传说，奖励积分1000点，当前总积分2500点。没想到我也是有几十万存款的人了。假如我每天吃3个馒头，这够我吃一辈子了。你说我都能财富自由了，怎么就不能打破空军诅咒？我一定要钓到鱼！洞察之眼功能说明：使用后，宿主双眼将获得穿透水面的能力，可清晰看到水下3米深度内所有景象，持续时间10分钟。买，必须买！我要有了洞察之眼，我都能看着鱼嘴把钩子送进去了，必不可能空军。发布远征任务，探访断魂湾，探寻沉船区域高价值目标，安全处理潜在危险，奖励积分3000分。我去，之前1个金点是娃娃鱼，这一堆金点不得全是大货？哈哈哈哈哈哈！老子要扬名钓鱼史了！我这一把冲击断魂湾！哼！近期我市断魂湾，专家分析是多年前美丽国货船的沉船处，不少寻宝爱好者前往此江湾寻宝殒命，望市民警惕，勿以身犯险，谨防悲剧重演。刑部尚书新车首秀，远征断魂湾，挑战古董局中局。这地方，主播你是嫌命长了吗？听说这地方有去无回，水鬼比鱼都多。楼上你不懂了吧？尚书大人是来进货的，给治安所冲 KPI 来了。去，我今天来是要干大货。河湾凹陷处藏有众多银元，
极度危险，极高价值。极度危险。就知道你小子不靠谱，你来钓鱼怎么不带我们去？就是嘛。哎，还有我，必须见证师傅上大货。这地方危险。我怕什么？有你刑部尚书在，什么妖魔鬼怪都得绕着走。你放心，我们就在边上看着，不添乱。尚书，你就别磨蹭了，你是不是怕空军丢了面子吗？怎么可能？徒弟和大爷全来了，想怂都没机会。糟了，透视时间到了。又挂底了，老传统啊，这是。大爷，你先别笑啊，这次指定是超级大货。不愧是我师傅，2发就中，这比路亚难多了。神力拉不动，老子有绞盘啊！多余。主播，你确定水底下是鱼？哪有鱼还要用绞盘拉的？支持上书大人寻宝，要是文物，记得上交国家哦。我有预感，今天这事儿小不了。我这……哎呦，什么东西这么大呀？啊！这怎么弄上来的？啊！我去！哎，是真的银子，是吗？哎呦，这个厉害了！尚书，这银子不能分给大爷点吗？就当路费补贴了。哎，你这不做梦吗？这叫文物，知道吗？要上交给国家的。哎，不过尚书，你这又立功了，这肯定有奖金，是吧？是。这还真是银子。你说我这钓大货没个影，钓出这堆东西，也不知道是走了霉运还是撞了大运。师傅，你也太厉害了呀！哎，不过这铁疙瘩是啥呀？主播，快跑！那是2战时期的航空未爆弹，你要的那个环是触发引信。我去，炸弹！哎，主播快跑啊！这玩意儿要是响了，你那坦克300都得飞上天。师傅，这弹幕说这是炸弹呢。靠，老子知道。哎，这玩意儿好像在响。所有人赶紧退货，跑！哎呀！等等，这血在我手里，这时候我要松手，整片水湾估计都要被炸掉。你们傻呀！快跑啊！你是我师傅，我得保护你啊！尚书，你挺住啊！大爷还等着喝你的清宫酒呢。死小子，给我好好站在那儿别动，呼吸都给我放轻，那可是2000磅，炸了整个河湾都没了。所有无关人员后退100米，这是美制 AN66，装药量足够掀飞半个山头。别怕，你先保持这个姿势，你现在是稳住它的关键。我一定稳住。那个专家姐姐，你可得小心点儿。放心，我拆过的弹药比你钓的奇葩渔获都多。我的天，这是真炸弹呀！主播命也太大了吧！
派出成功。谢谢文姐。你他娘！下次钓鱼能不能提前给我报备？我要提前写遗书啊！张队，你就别骂他了，多亏他及时发现，不然这枚哑弹被冲去撞桥或电站，后果都不堪设想。是啊，张队，我太冤枉了，我就是想干个大货，那谁能想钓到个这？这银元算我钓的吗？想啥呢？这都是2战文物，必须充公。不是，那我这绞盘木损费、油费，还有这精神损失费算谁的？谁给我报啊？我这不纯赔本买卖了吗？这次啊，算是你立了大功了。治安所会给你申请8万块的奖金，够你喝1年的鱼汤。任务结算：清理高危战争敌物，奖励3000积分，当前总积分5000点，解锁隐藏成就，爆破鬼才，佩戴此称号，用爆炸钩、翻板钩等多钩型钓组，有鱼效果提升100%。师傅，不是你运气太差，是野河情况太复杂。你要想安心钓鱼，我给你推荐个地方。啊，真的？陈先生，这是刚切好的水果，请慢用。别！我是来钓鱼的，又不是来体验会所服务的。享受嘛，这不就是沉浸式垂钓体验？师傅，你看那边。哦，怎么样？就这鱼密度，不保护天理难容啊！开干！哇，这背景，主播这是被富婆包养了。尚书大人终于想开了，今天不整活了，赌5毛钱的，今天还是钓不上正经鱼。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纯技术流钓鱼。今天不整活，只上鱼，干！系统，打开热力图。湖心底藏了大货呀！有了，师傅，这是水深3米多，风水眼。我爷爷说了，这是聚财的，没有人可以。哎呦！啊！爷爷，你爷在盒子里？不是，这是我爷爷丢了1个月的假牙。遗嘱：若假牙遗失，则我的大限将至，家业的继承权和瑞士银行5000万呢。私房钱密码刻于假牙内侧，都留给我最没出息但最孝顺的孙子赵多余。我去，豪门遗嘱钓鱼版，我就钓个鱼，还帮你继承家产啊！师傅，要不是你，我都失去继承权了。以后你就是我亲爹呀！别！折寿，我也是碰巧。不，师傅，这个恩情必须得报。我先给你转100万，然后再把我爷爷顶配的鱼竿也送给你，还有江林所有的最豪华的钓场，我给你办个终身 VIP 卡。那我就确知不恭了。没钓到鱼，但白捡一堆设备，血赚。任务完成，豪门遗失物，奖励积分1000点，总积分7000点。新品上架，强力防挂底喷雾，售价1000积分。功能说明：使用后大幅度降低挂底的概率。兑换防挂底喷雾，有了这玩意儿，总不能再挂炸弹、挂假牙了吧？江林市金钩杯钓鱼大赛，冠军奖金20万。奖杯纯金打造，翻身机会来了呀！这次
我要堂堂正正拿冠军，让所有人知道，我陈野能钓正经鱼。陈先生，凭这张 VIP 卡，您可以直接参赛。张队、文姐，你们怎么来了？也是来参赛的？我们是赛事安保负责人，你今天敢搞事，我立马铐你走，让你在看守所里钓牢饭鱼。我保证今天只钓鱼，不进货，拿完冠军就走。张叔，我们跟隔壁钓友已经吹了啊，说这次比赛非你莫属，一定拿冠军。悠着点儿，别再钓什么奇怪东西，把比赛给搅黄了。大爷，你就不能盼我点好？陈野，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尽力就好。就算没有钓上来鱼也没关系，我给你准备了鱼汤，赛后喝。文姐你真好，放心，今日必报户。兄弟们，今天来参加金钩杯，目标只有一个，冠军。如果今天还空军，我就给你们表演一个生吃鱼竿。生吃鱼竿，这赌注有点大吧？我赌5毛的，尚书大人今天还得整活。各位选手做好准备，比赛正式开始。哎，尚书，你这浮标怎么比定海神针还稳？是不是鱼怕你不敢靠近你？哎，要不你换我的鱼饵，说不定鱼认我的味儿。怎么，我们的网红没了炸弹和尸体就不会钓鱼了？我看你今天要生吃鱼竿了。系统，开启鱼类亲和技能。钓鱼啊，靠的是技术，不是哗众取宠。你这种靠炒作出名的网红，也配来正规赛事？打开热力图。不对劲啊，这鱼怎么回事？为什么偏偏不咬我的钩，只咬它的？检测到微型声波作弊器功能，通过发出高频电子脉冲，操控鱼群主动撞击鱼钩，提升上鱼率。原来是这样，这货居然在比赛中作弊。不好，这小子又要搞事了。家人们，看看，上钩了！哼，你这种靠钓尸体博眼球的骗子网红，我见一个打假一个。行，既然你们都不让我好好钓鱼，那我就不钓了。系统，强力挂地喷雾。哎，你怎么有毛钩啊？黑坑都不让使的东西，比赛更是违规。大爷，这快手流作弊，我得揭穿他。真的假的？没证据可不敢乱说。哎，等会儿你就看好了。那谁？干嘛？想拜师啊？等比赛结束。你疯了！正规比赛敢穿我用毛钩，脑子有问题吧？你把我的窝点毁了，你赔得起吗你？张队、文姐，不好意思啊，今天好像又要让你们加班了。与我显形！裁判，裁判，过来！有人违规穿我用毛钩，裁判！啊，着什么急啊？让小陈把东西钓上来呗。你那鱼上的邪乎，说不定你那窝底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大家稍安勿躁，陈野他不是什么无理取闹的人，大家等待结果以后再评判。这一钩子下去，怕是又要出事啊！
快手流要倒霉了，被尚书盯上的人，至今还没一个人能全身而退。你松手！你把我的装备弄坏了，你赔得起吗你？哎呀！这是微型声波诱捕器，通过发射高频电子脉冲信号诱导鱼群撞钩。快手流，你作弊啊！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肯定是你故意扔到我的窝点的，陷害我的。想销毁证据，晚了。陈岩，还真是啊，你走哪有案子。走。这手吊作弊器啊，也就你小子能做得出来。还是得多亏文姐信任，要不我这一炮毛钩，指不定被当成故意捣乱的了。这位选手，虽然你揭穿了快手流作弊，但也违反了比赛规则。根据章程，取消你的比赛资格，请你即刻离场。不是，这不合理啊！我要告你们领导。哈哈，陈先生，您先别生气，您是我们赛事的功臣啊。功臣就是被取消比赛资格啊！这陈先生，感谢您的贡献。为表谢意，我们决定聘请您为金钩杯钓鱼大赛终身荣誉纪律监督员。这个红袖章是身份象征，还有2万块奖金，略表心意。我不要这些，我就要比赛资格。陈先生，您别激动，我再给您签5万块，您消消气，消消气。适可而止，你的苗钩确实违规。那这样，我要那个，你把那奖杯给我，这事儿我就不追究了。没问题，没问题。师傅，不好了！你被江林市钓鱼协会封杀了，而且全市所有经营性钓场都给你拉入黑名单了。黑坑、竞技池都去不了了，野河又是张国栋的底线，难道我以后求钓无门了？哎，师傅，我知道一个正在开发的国家级湿地公园，还没对外开放呢。据说以前是乱葬岗改的，绝对没人去。乱葬岗？你怕啥呀？师傅，你连炸弹都钓过，你想想，就这种野湖，那里头的鱼得多傻呀！嘿，而且还没有张队呢。去，马上就去！我可是要成为最强钓鱼佬的男人，必须要干一个大货，为自己证明。师傅，这地方怎么这么吓人啊？我怎么听到有哭声？别害怕，应该就是风吹过树林的声音。我们只是来钓鱼的，别想太多。不会吧？真招来什么脏东西啊？尚书，别来无恙啊！是我，喊什么喊？你们胆儿怎么那么小？哎，小陈啊，我看你直播了，听说你要来这儿，我们仨正好住的离这儿近，特地来替你壮胆。这是给你准备的桃木枝儿，辟邪，省得你又钓出什么奇怪东西出来。啊，借您吉言了。系统兑换，这个饵料能诱鱼，还能屏蔽非生物目标咬钩。这次总不会再钓上炸弹和尸体了吧？我一定能钓上一条真正的鱼。
有了，是个大货，应该是条大板鲫，力气不小啊。多余，上戳我！哎，太好了，是鱼，我终于钓到鱼了！哎呦，太不容易了，尚书总算摆脱钓奇葩体质了。就差一点！警告！检测到极高价值未知加密幽灵讯号，距离宿主50米，建议立即查看。又遇到奇怪的东西了，看来今晚的鱼汤又喝不到了。师傅，咱们还钓吗？我怎么感觉后脖颈凉飕飕的？尚书大人，别怂啊！你可是钓过炸弹的真男人。来都来了，系统说是极高价值，万一是宝藏呢？赌一把。钓，必须钓。多余，你拿好车钥匙，随时准备战略撤离。王大爷，你帮我拿着手电筒，照着浮漂。张大爷、李大爷，如果一会儿线扯得猛了，你们帮我按住鱼竿。好。我靠，这劲儿太大！你这钓的是巨物还是啥的？别钓个水鬼上来呀！管它是什么，拉上来再说。3、2、1。我靠！他眼睛还会动，这不是水鬼显形了吗？这不是水鬼，我在新闻上看过他。这是间谍用的微型潜航器，价值50万，是邢总的奖金。可以呀，小陈，你够厉害的，你这又钓到大功了。直播间的兄弟们，抱歉啊，今晚又喝不成鱼汤了。不过我好像又不小心为咱们江林市的 GDP 做出那么一丢丢小贡献。张队，陈爷，这么晚了，你别告诉我你又在水边。张队，我先告诉你个好消息，今晚我没钓到人，算你识相。但是我好像钓到了一个带摄像头的潜水艇，活的，眼睛还冒蓝光那种。啊！陈爷，你有没有事啊？有没有受伤啊？没事，我就是吓了一跳。处长，这是境外最新型的间谍潜航器，能潜伏数月，窃取水文数据。小伙子，你这一竿子不仅立了功，还帮我们组守住了沿江一道重要的水下防线。我们将给予你50万元人民币的免税奖励。50万，还免税？李处长，以后这些水耗子，我陈也愿意长期义务垂钓，绝对保质保量。好，小陈，这回得请我们喝好酒啊！喝什么酒啊？请我们喝鱼汤。我们在一起钓了这么多天的鱼，还没喝过你的鱼汤。好。陈爷，你这体质有点特殊啊，我建议你下次钓鱼之前先看看黄历，或者是给你这鱼竿开开光。文姐，不用麻烦，这50万就是最灵的光。多余，大爷们收竿回家，有这50万，买啥鱼吃都够了。好嘞，回家喝好酒。叮，任务结算，成功调获并上报境外间谍潜航器，奖励积分5000，解锁特殊称号国门卫士，佩戴后在敏感水域垂钓，以触发特殊事件。陈爷，开门！你别躲在里面不出声啊！我知道你在家。开门！小陈啊，我在电视上都看到了。
掉尸体、掉炸弹，现在连间谍的东西都调上来了。隔壁邻居啊，都在跟我投诉了，说你这房子风水不好，晦气。所以呢？所以呀，你这房子难租了。从下个季度开始，房租涨到5000一个月。哼，阿姨，你这玩笑开得有点大了吧？50万奖金，再加上之前攒的20万，我在江林付个2手小别墅的首付都出得起，还要受这老破小的气，老子不伺候。喂，小林是吧？我陈野，帮我找套房子，要独门独户带池塘那种，户型一定要正啊，首付100万以下都可以谈。没问题，陈哥。锦绣江南，我们有好几套优质房源，我马上给您匹配。哎呦，陈先生啊，阿姨刚刚和你开玩笑的，别当真啊。房租还是原价，减200也可以呀，这都好商量的。不用了，阿姨，我这种老实人呢，开不得玩笑，会当真的。小陈，你住了这么久时间，咱们也是有感情的。阿姨之前嗓门是有点大，以后一定改，你别搬呀。好，那我看在咱们这份感情的份上，我再提醒你一句，我昨天呢，刚钓上了一个这个间谍装置。哎呦，你可得站远点，可别被这晦气给沾上了啊！哎呦，嘿。陈先生您好。我是宜居房产的林薇薇，叫我小林就好了。居然是刑部尚书，真倒霉！希望他今天别搞事儿。啊，来，您请。这套别墅自带一个私家鱼塘，房主转得齐，只要150万，市场价同地段至少要300万以上呢。150万，只要房子主体没问题，风水没命案，我就要。有了这个自家的鱼塘，以后还怕钓不上鱼？陈先生，陈先生，久仰久仰，小林都给你通气了吧？我要不是因为外贸资金周转不开，你打死我，我也舍不得卖这房子啊！资金周转不开，穿的是定制西装，戴的是名表，3分钟看5次表，不像是缺钱，倒像是急着跑路。哦，这鱼池我可是花了大心思的，这个用活水都养了10几年了。这里面有几条大青鱼，少说就有40-50斤。你要是把这房子买了，到时候我把这池子里的鱼全送给你。系统，开启热力图，扫描整个房屋和院落。扫描完毕，未检测到危险异常。赵先生，这房子不错，鱼塘我也满意。只不过呢，我们钓鱼佬吧有些讲究，能不能让我甩2竿试试？我也见识见识你说的40-50斤大青鱼。行，那你试试。不过这大白天的鱼可能不太开口，你要是钓不上来，可别怪我啊。哪有这么玄乎？我看他也挺普通的。那些掉尸体、掉炸弹的传闻，肯定是瞎营销造势。系统，开启洞察之眼体验卡。水质真好，鱼又多，那几条大家伙看着就过瘾。这塘子简直完美，终于能安安稳稳钓次鱼了。去！来了！这手感怎么这么奇怪？像是鱼。陈先生，这可能挂底了。这鱼池里有杂物，要不别钓了。
这鱼竿弄坏了，怪可惜的。不是挂体，这还挺沉，给我起！系统，热力图为什么没显示这包钱？宿主，现金不属于危险物品，热力图默认是普通物品。普通物品，这他妈是带银条封条的赃款，难怪这赵德柱急着跑路。张队，我陈野，我在蓝海湾别墅区看房子，调到一包带封条的现金。小子，把电话给我挂了。张队，原房东好像不让我上报啊，你赶紧带人过来看看。陈野，稳住他，别硬来，保护好自己和在场的人。我马上到。都是你自找的，敢坏我的好事，我让你付出代价！陈爷，谢谢你。张队，这鱼力气可不小啊，你得赶紧过来，我这鱼线不一定扛得住。混蛋，你放开我！陈野，监视住，我们到路口了。目标识别赵德柱 A 级通缉犯，隐藏任务达成，发现并标记重大赃款，奖励积分累计至1万点。陈野，没事吧？让你稳住他，没让你把他当鱼钓啊！我也不是故意的，我本来就是想钓条大青鱼，谁知道这个垃圾自己撞上来了。张队，赶紧多备几辆运钞车，这池底下全是小目标，黄金现金都有。通知后勤，派3辆以上运钞车过来，再联系技术部，对鱼塘进行全面探查。你不能好死，这些钱都是我的。初步估计，这里的现金和黄金总价值已经超过1个亿了。我不服，我隐藏这么好，连探测器都探不出来啊，全被你小子发现了。我这人啊，主打一个招财，不过招的都像是你这种歪财，要怪就怪你自己作奸犯科，天道轮回。行啊你，买个房都能端了一个10年大案。别提了，本来以为终于能有个带鱼塘的家了，结果又成案发现场，看来这房子是住不成了。不，陈哥，这可是捡漏的好机会。这套房子因刑事案件即将被司法拍卖，现在就是买下它的最好时机。没错，你作为本案的关键破案工程，治安所会给你申请一笔丰厚的破案奖金，足够你买下这套法拍房。真的？那赶紧好啊，又能拿奖金，又能低价买房，不亏啊！任务完成，破获10人非法集资血案，喜获巨额赃款，奖励积分1万点，幸运值永久提升50%，当前积分2万点。好啊，有了这2万分，什么神级饵料买不到，什么顶级装备换不来，成为史上最强钓鱼佬不远了。该房产因涉及刑事案件被查封，现在公开拍卖，起拍价格为80万元，每次起拍不得低于1万元。现在开始竞拍。刑部尚书，他怎么来了？难道也要拍这套房子？当前价格为83万，还有没有要加价的？这套房子呢，我挺有眼缘，各位老板给个面子，反正谁要是跟我抢，我就天天上他家门口钓鱼，钓不到就不走。这房子虽然好，但命更重要。这种凶宅还是让煞星去争吧。陈大师喜欢的东西，我们哪敢抢？哎，对，这房子一看就和你有缘，我们就不掺和了啊。84万，我要了。84万，成交！恭喜这位先生。恭喜陈哥，陈哥真是凶名在外，没人敢跟你抢房子。承蒙各位老板抬，改天请你们喝一汤。哎，不了。终于，老子有自己的地盘了。系统，兑换初级生态水域改造业。兑换成功，积分减15000。
这积分花的值啊！从今天开始，这里只有鱼，没有尸体、炸弹、间谍装置。我陈野的字典里再也不会有空军二字。经过全面探测，陈野同志私人鱼塘范围里面没有炸弹，没有尸体，没有间谍设备，符合民用鱼塘安全标准。直播间的家人们看到了吧？这儿从今天开始就是我陈野的私家领地，是全江陵市最纯净、最安全、最合法的陈氏鱼塘。今天就是打破空军历史的第一杆。师傅，贺礼到。陈氏鱼塘风水宝地，必出大货。建姐啊！哎呀，小陈呐，这下总算安稳了。今天呀，就看你开杆了。鱼塘今天是喝定了，必须上货。张队、多余还有各位大爷们，那今天咱们就搞一场钓鱼比赛，限时1个小时，就比谁先上鱼，谁的鱼最大。行啊，让你见识见识老侦查员的耐心。哎，师傅，今天我可不放水了。我靠！我刚换的鱼线，这就断了。看来还是得本堂主亲自出马。系统，初级鱼类亲和，给我开！丁，检测到鱼类对宿主好感度严重溢出。当前鱼群认知，宿主等于友好投喂和玩耍伙伴，他们正在与你互动，暂无进食欲望。再说一遍，老子是钓鱼的，谁和他们玩？嘿嘿，师傅，咱也别折腾了，你看这多快！晚上咱们吃酸菜鱼。不行，这算哪门子钓鱼啊？老子一定要鱼竿，堂堂正正的钓上来。师傅，网友都在刷屏建议呢。怎么说的？陈大师，求您了，江林淡水鱼经不起您折腾了。反正您已经快被全市拉黑了。您去隔壁滨海试试吧，那里也喝多，经得起您玩，放过江林淡水鱼，给他们一条生路。丁，检测到宿主在江陵市陷入僵局，发布任务征战滨海市。师傅，走吧，那滨海市还临海吗？实在不行，咱俩还可以出海钓鱼。好，来了！小陈呐，怎么才来呀？我们等半天了。大爷们，你们怎么还跟着我呀？必须的，我们是来给你助威的。你看这水色，这里面肯定藏大家伙。小陈啊，大爷给你带了秘制打窝料，保准把鱼给你聚过来啊！滨海野河，我来了。这次我指定能钓上能上餐桌的真正大鱼。丁，红色警告，检测到该野河为高危区域，请宿主小心应对。高危又来了，系统开启热力图，最大范围测量。宿主检测到附近有废弃金属笼，疑似武装走私船的踪迹，请注意安全。师傅，你脸怎么了？怎么这么苍白？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那个多余，你有没有带什么能防身的东西？比如说干扰器、激光炮之类的。如果硬要说的话，工兵铲算不算？工兵铲对上走私船，毁灭吧，来了！兄弟们，告别自家小水塘，今天带大家征战滨海野河，让大家看看这儿的巨物到底有多猛。小陈啊，这窝打好了，
这鱼可多了，你赶快下来，报有大物。哎，来了。系统，开启初级鱼类亲和。哎，师傅，中鱼了，得提竿啊！等等，大鱼在试探。小陈，稳住啊，别让他给你拽下去。晨儿，我来帮你。拉！兄弟们，看这野河真有大东西啊！今天给大家看看什么叫真正的野河巨物。这东西不仅很大，而且很行啊！对，把直播关了。啊？为啥呀？现在好几万人都等着看咱们开箱呢，现在关了，粉丝骂咱们呢。我靠！这不是博物院珍藏的那些文物吗？小陈呐，你这运气也太邪门了吧！钓鱼钓出国家级文物，这可是要惹大麻烦的。别慌，赶紧上报，别被人家误会。对。喂，张队，我在滨海市野河附近钓到了一批东西，看着好像是博物馆失窃的文物，坐标马上发给你。保护好现场，我立刻联系滨海市治安队，让他们过去接应你。好。你们几个涉嫌非法盗窃国家级文物，现在被依法逮捕，跟我们走一趟吧，配合调查。冤枉！这案子就是我报的，我怎么可能走私文物啊？这东西我们刚调上来的，我们第一时间就给江林市治安所的张队打过电话了。对。老大，这几个人好像出现在了咱们上次丢货的坐标上。老大，刚刚得到消息，咱们那批文物被这个钓鱼佬钓上来了，现在估计在治安所里。废物，怎么定的手？这地方原本不会有人的，怎么会忽然冒出一群钓鱼佬来？告诉老二，1108那边最近给我安分一点，这钓鱼佬给我盯紧了，干坏老子的好事儿，哼！我要把他丢进水里喂鱼。师傅，我们还得配合调查多久啊？你师傅，我其实也想知道啊，我就是想钓个鱼，喝个汤，到底惹谁了？警告！检测到极高浓度危险物品信号。系统，打开洞察这个。黑色代表重罪，极度危险。我操，这车上到底藏了什么鬼东西？触发临时紧急任务，追踪幽灵货车，查明货物真相。雷队说过，那批文物价值极高，背后肯定是个大团伙。这1108货车可能就是他们的运输工具。对，咱们又来活了。看见那辆1108货车了吗？那车绝对有问题。师傅，那车看着就瘆得慌。咱们这回要钓什么？咱们这次不用鱼钓，这次用这儿。哎，你们两个在这干嘛呢？钓鱼啊，同志，你不懂，这地方是风水宝地，我练一练。昨天呢丢了条巨物，今天我必须跟他死磕到底。你他妈瞎呀！把我车刮坏了赔得起吗？你他妈神经病吧？这是检查站，你钓屁的鱼啊！你不懂，钓鱼的最高境界就是万物皆可钓。我操你！老二，别理这傻子，赶紧回去盯着，别被治安所盯上。呸！妈了逼的！鱼上钩了，接下来的旅程可能比钓鱼还刺激。做好准备啊！陈岩、张队、文姐，你们可算来了，有一出好戏，我请你们看。
我过来不光是为了保释你这惹事精，国际刑警那边发来急报，有一个代号叫深海的跨国走私集团，近期有一批极其重要的货源，在滨海港口进行秘密中转。就是那辆1108火车，我以我的钓竿发誓，那车绝对有问题。你确定？我们的人刚检查过，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列队申请联合行动，以最高规格再次查看1108，出了任何问题，责任我张国栋一律承担。张队，我信你一次，所有人跟我出去重新检查1108。刚不是查过了吗？不是说我们的货没有问题吗？怎么还查呀？阿三，我们这批货对面急着要，耽误了交货时间，你们赔得起吗？我告诉你们，别以为你们穿着治安所的衣服就可以为所欲为，欺负我们良民。系统，打开热力图。果然有问题，这红点浓度里面的东西绝对不简单。雷队，我真的没有开玩笑。我亲自检查。你们有完没完了？我说了我们的货没有问题，你们要再这样无理取闹，我现在就开直播曝光你们治安所滥用职权，我让全国人民看看你们的样子。这么急，看来真被你蒙中了。张队、雷队，不能让他们直播，一旦曝光，对治安所的影响太大了。行了，你们走吧。放心，我已经在他们车上留记号了。让他们走。陈野，你到底留了什么记号？要是真让他们跑了，错过了最佳抓捕时机，这个责任谁也担不起。放心，绝对跑不了。他们这个方向是去湖边。深海团伙是跨国走私集团，深海集团这是要走水路把货物运出去。所有人注意，立刻集合，一定要赶在他们把货物装上船之前截住他们。等等，怎么了？再晚就来不及了。这深海团伙必有防备啊！我们这样贸然过去，不仅抓不到人，还会有所伤亡。而且我们也没有证据啊！如果他们咬死不承认走私的事情，我们又查不到货物位置，不还是要放他们走吗？那你说怎么办？总不能眼睁睁看他们把货物运走吧？我伪装成一个迷路的富二代，开车跟上他，这样他们就不会对我有所警惕，还会把我当成肥羊。等我到了海边，我就趁机找到他们藏匿货物的位置，拍下证据，发信号。雷队，这个时候你就悄悄带人把他们包围住，等我信号，立刻行动。好，就按你说的办。不管发生什么事，首先保护好自己的安全，保持联系。放心吧。师傅，以前都是你保护我，这次我要跟你一起，我帮你一次。好，不愧是我陈野的好徒弟。一定要小心。多余，音响开到最大，把我们提前准备的剧本演起来。明白，师傅。爽啊！这地方真他妈带劲儿啊！接着走月，接着舞啊！今天晚上咱们要不醉不归，不是嗨到天亮！他妈的，哪来两个傻逼呀？这大晚上的在这开派对，穿的挺花哨，喝大了乱扔酒瓶子，看起来就是俩有钱没地儿花的公子哥，估计是嗑嗨了，迷路到这儿。要不要？别节外生枝，抓紧时间。大鱼出现了，系统兑换强力磁吸抓钩，500米高强度透明大马力线，微型的具备实时摄像传输功能的水下侦察鱼漂。
听说过美人鱼没有？我听说这片水域有美人鱼，今天晚上我一定得钓上一条尝尝。好啊好啊，我也要见识一下美人鱼。有这些就够了。通知雷队，他们可以准备抓捕了。妈的，吵死了！这哪来的苍蝇？这不最近网上那个专钓绝户的刑部尚书吗？旁边那小哥不是赵家的公子吗？操，被耍了！干掉他们！我操！杀人了！老子知道，快上车！上车，追，快！想跑，老子今天就让你们死在这里！快上车追！完了完了，师傅，他们要追上来了！哎呦，我们是不是要凉了？我还没娶媳妇呢！哎呀，师傅，你快把这破杆子丢了吧，保命要紧呐！不能丢，拍到的视频证据都在这鱼漂里，扔了就白冒险了。完了，师傅，来世我们还做师徒。当前挂载道具：终极微型侦察鱼标，内置强力磁吸爪钩，原定用于抓取金属证物，磁吸力500千克。谁规定钓鱼竿只能钓鱼？谁规定抓钩只能抓证物？系统，兑换终极体质强化剂。多余，开稳点，打开车顶。师傅，你要做什么？死到临头了还？老子钓的就是你这辆铁王八！什么鬼东西？用钓鱼竿拦车，找死！加油门，撞死他！也停下！这还是人吗？啊！我靠！谁他妈再说我空军，这不就钓上来一个铁王八吗？喂，雷队，证据已拿到，目标车辆已停车，可以收网了。太牛批了！师傅，你真乃神人也！陈岩，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没事的，文姐，就是胳膊有点脱力。这是怎么回事？报告雷队，这是我师傅用鱼竿钓的。这帮家伙想开车撞我们，让我师傅一竿子给定住了。结果这帮人自己撞在一起，翻了。陈岩，你之前说钓鱼，我一直以为是比喻意，没想到你他娘的是写实意啊！所以这就是你说的取证？是啊，信不辱命，走私船、接货、搬运、人员、武器，全录下来了，都在这个鱼漂的储存卡里。不过雷队，这玩意儿刚才确实想撞死我，我这才不得已正当防卫了一下，应该不用我赔钱吧？应该不用我赔钱吧？赔钱？不用，你协助治安所办案，立下头功，不光不用赔钱，还有奖金。这2辆车我也算你调上来的，按废品回收价给你提走。只是废铁价呀！白瞎了那么好的车，早知道撞轻点儿了。不好意思啊，我刚力气耗光了，腿有点软。稳住了，大功臣，收队，送陈大功臣和赵公子回所里休息。谢谢啊，
谢谢雷队。案件结算完成，恭喜宿主！协助破获特大跨国走私案，奖励积分1万分，获得成就治安所编外人员，额外奖励积分5000分。积分又充裕了，这波玩命不亏。陈野，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医生说是肌肉使用过度，休息几天就好了。陈哥，你今晚可太神了！我们看雷队传回来的执法记录仪片段都惊呆了。陈哥，你平时是怎么练的？力气这么大？我师傅天赋异禀，平常都是跟几十斤的巨物作战。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好，非常好。您的账户收到跨行转账350万元。个十百千万，350万！系统诚不欺我，果然只有钓鱼才能致富。我这还不算是最强的钓鱼佬吗？你们怎么才来啊？还以为你们俩跟走私商伙扯上关系，住到局子里呢。我们俩哪能蹲局子呀？这次可立大功！你们看，我们都上新闻播报了。嘿，行啊！哎，不愧是陈尚书啊！哎，这钓鱼都钓出跨国大案了，厉害！今天必须庆祝一个。对，师傅，咱们找个好钓点，今天必爆火。系统，开启钓鱼热力图，扫描这片水域。这啥玩意儿？系统更新了？还是说是什么新品种的发光核仙啊？提示：检测到水下有大量生物反应，物种识别未知。管他呢，是活的就行。总不可能是哥斯拉吧？下钩！哟，师傅，上钩了！今天必不可能空军。不信，赌一包辣条，不是正经鱼。+1。你们可给我看好了！师傅，这螃蟹颜色好像不太对啊，好像都死了。纯属意外，这么大片水域有几只死螃蟹很正常。再来。师傅，不可能这么巧吧？这些好像都是死的。该不会是这片水域出啥问题了吧？我操！难道说这湖水有毒？难道说这湖水有毒？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今天必须钓到一个正常的。只要是正常的，多大都行啊！可别再钓上来的是死螃蟹、烂东西了。这浮标动得好厉害呀！这回肯定是活的，还是个大家伙。不，师傅，这又是啥呀？这是机器一只，不过这儿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刚死蟹死鳗，现在机械手，这下一步是不是要钓潜水艇啊？心疼主播，想钓条正常的鱼比登天都难。对，把这包关了。陈野，你不是刚领了奖金吗？别告诉我你又钓出了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了。雷队，我发誓，我就是在湖边钓了会儿鱼，结果钓上了一只机械手，这湖绝对有问题。我还钓上一堆绿不拉几的死螃蟹，你们最好带上防护服过来。所有人集合，立刻前往陈野说的位置，通知环保局工作人员。什么？雷队，初步勘探显示，这是水下作业机器人，应是损坏后
断裂部分被冲到此处，此屑检测出重金属严重超标，且具有强腐蚀性液体残留，初步怀疑这片水域底下有严重污染源性。所以我今晚的香辣蟹泡汤了。还想着吃？这水域已经被污染了，吃了就等着变异吧。那这机械臂算什么呀？回收废铁啊？这属于重要物证，这种级别的工业机器人，滨海市只有几家大型企业有资格使用，这里边肯定藏着事，说不定跟污染源线路有关系。陈野，这次算你立了一功，要不是你，这污染源会扩散到其他养殖区，后果不堪设想。都赶紧回去吧，这地方我们要封锁起来，仔细勘察。小茶，这回你又要空军了，掉了个机械手臂，连条像样的鱼都没看到。不行，绝不能空军，我今天非要钓上一条正常的鱼不可，哪怕是条小草鱼也行。系统，打开热力图。警告！检测到未知变异生物信号，信号强度极高，触发连环任务，寻找污染源，请保留该关键活体线索。对，你要的线索现在就来了。什么线索？你又在搞什么鬼？你疯了！这水域被污染了，水里的东西都不能碰。这鱼你非要吃，你不要命了？快让开！这不是普通的鱼。这是什么？一条鱼为什么会发出青蛙的叫声？它的辐射值严重超标，这不是自然变异，而是生化实验体。把这条变异鱼装进密封容器，带回治安所，交给专家进一步检测。另外，加强海岸线封锁，严禁任何人靠近，务必排查周围是否还有其他变异体。是。我们在这条变异鱼的消化道里发现了这块金属碎片，上面有蓝血生物科技的 logo。陈野掉的那个机械臂上也有这个 logo。蓝血在搞生化实验。这次多亏了你，没你我们也不会这么快锁定了。还有，谢谢你在湖边救了我。别这么客气，我也没想太多，就是本能反应。还有一件事，我也想拜托你。我们蓝血生物科技是市里的纳税大户，现在做的也是省里重点引进的高科技项目。你们发现的那些变异体又不在我们的实验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啊！快放我出去！对，你想要我帮你做什么？陈野，我们现在没有核心证据，根本无法定蓝血生物科技的罪，也无法对他们的实验区进行搜查，所以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拿到这核心证据。这是蓝血生物科技的专属实验区，导致湖中生物变异的核反应堆还有污染物排放口就在他们湖边实验区的水下。我们必须要在实验室取得证据，而你就是最好的人选。虽然您这么夸我，我挺高兴的，但是雷队，这一条变异鱼都这么厉害，我这要去了还能活着回来吗？放心，市局已经下了悬赏令，只要你能成功拿到这核心证据，悬赏20万。来，雷队，您这就太见外了。我是那种会为了钱拼命的人吗？而且我陈野怎么也算是拿过300万奖金的百万富翁。陈先生，你的大义我们都看在眼里。鉴于此事关乎滨海市水域生态安全，关乎千万百姓的健康，环保局决定追加50万特殊津贴，作为你此次行动的奖励和补偿。领导，您这话就说错了，这不是钱的事儿。我陈野虽然爱钓鱼爱赚钱，但也知道什么是大义。新任务：直捣黄龙，前往蓝血生物科技湖心岛实验区回收核心污染源，阻止污染物继续泄露。任务奖励8000积分。没有证据，你们就赶紧放了我！我告诉你啊，要是耽误了我们公司的项目，你们承担不起后果。嘿，你们听这个人说的话，太欠揍了！守护生态环境，保护滨海市水域，我陈野义不容辞。这种败类，
我必须要揭露他真面目。这个任务我接了。师傅，我们已经悄悄进入湖心岛实验区范围了。我身上的电子干扰设备也开了，能屏蔽所有电子信号。他们的监控和雷达都扫描不到我们。放心吧。别大意，蓝血的人肯定戒备森严，一旦被发现，别说拿证据，能不能活着出去都不一定。警告！检测到核心证据信号，信号来源水下深层区域，疑似蓝血生物科技核心实验数据存储设备，与污染源排放口相连，请宿主尽快回收。抓到了，给我起！师傅，我来帮你，咱们俩一起追，我就不信拖不上来。师傅，你看，咱们从水里面调出来这么大一台电脑，这应该不是普通电脑，是水下服务器。他们在利用湖水的温度给这个东西散热。检测到关键任务物品蓝血生物科技核心数据终端，核心证据回收成功，任务进度50%，请宿主尽快将数据终端带离实验区。糟了，这东西会触发警报！谁在那儿？东西放下，双手抱头！完了，师傅，咱们被发现了，赶紧跑啊！不行，数据终端还没上来，这东西必须带走。对。回头举起手来，放下终端，立刻！师傅，怎么办？他们手里有枪啊！还能咋办？靠我背！开枪，打腿！东西绝不能让人带跑了，快！完了！师傅，咱们被包围了，要不把这破柜子扔了吧？保命要紧啊！我不想死！放下！听到老子这刑部尚书是白叫的。对，拿我了。接下来就让他们见识下什么叫万鱼朝宗。系统，开启鱼类亲和最大攻略。垂死挣扎，扔个破罐子有什么用？见识一下钓鱼佬的威力！鱼来！啊！我车子飞了，走，都给我滚开！给我追！什么鬼东西啊！看我的眼睛！我去！这是真的掉了！师傅，我差点就吓尿了，现在方向盘都握不稳啊！别说了，我也把你骂了。师傅，你真是我亲师傅，太牛逼了！刚才那招万鱼朝宗，电影都不敢这么拍啊！这种玩命才换来的牛逼，我可不想再吹第二次。再有这种活，加钱也不干了。我也是。我说了多少遍，我们蓝血科技做的都是合法合规的前沿生物研究，就凭一些来历不明的死鱼和不知所谓的指控，你们就非法拘禁我，我有权上诉，赶紧放我走。走什么走？你蓝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总裁被正式逮捕了，不好意思，雷队抢了你台词。看好了，这是从你们公司水下核心数据终端直接提取的原始数据，里面的每一条实验记录，每一笔非法排污日志都清清楚楚。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数据，哎呀，雷鸣队长，现在的黑客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您不会不知道吧？谁知道是不是竞争对手黑进了我们外围系统，故意载入这些假的数据，再当陷害啊？你想表达什么？呵呵，哎呀，想要让我认罪，除非你们有能证明那些变异生物是我们制造出来的活体证据，否则这一切都是污蔑。哟，刘总这么想要活体证据啊？多余，把咱们的小宝贝请进来吧。好嘞。一条鱼还长得这么丑，雷队是和我在开玩笑吗？就凭这条不知道从哪个臭水沟里捞出来的畸形鱼，就想证明是我蓝血科技制造的啊？简直滑天下之大稽！小家伙，别睡了，给这个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刘总打个招呼，让他看看你是不是臭水沟来的。啊！我的脸，好疼！这是什么鬼东西啊？这什么鬼东西啊？这是小家伙的口腔毒液啊！他的基因变异数据和你们实验区的项目数据一模一样。我证，我全证，那些生化实验都是我搞的！我求求你们，快给我叫医生啊！我的脸要烂了！连环任务已圆满完结，恭喜宿主获得基础任务奖励8000积分，额外奖励2000积分。1万分！我的天，加上环保局和市局的70万奖金，这下发财了。这一路太惊险了，好几次都差点交代在外面。是时候停下来享受一下有钱人的枯燥生活了。江湖路远，枫丹归隐。这几年吊过尸体，拉过炸弹，抓过间谍，连变异皮皮虾都没放过。累了，玩够了。从今往后，我只想做一个晒着太阳花着钱的俗人。来！快让开！这不是普通的鱼。各位老板，咱们江湖再见。陈也风干了。我去，陈也风干了啊！陈也风干了啊！大爷们，烤鱼快好了。小陈啊，你这一风干，这钓鱼界可就少了一个传奇。这往后钓鱼可就少了不少乐趣喽。可不是。大爷们说笑了，我呀，就是想过几天安稳日子。陈爷，这是我亲手做的鱼汤，以后想念了就去治安所找我吧。还是别了，我这好不容易摆脱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我可不想再去了。你刚帮雷队赚了2个大功，我这什么都没捞着，你就要走了，太不够意思了吧？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没本事，还怪陈也风干？我那是没本事吗？我那是没遇见好机会。陈也，你别风干了好吗？你钓鱼能帮我们找线索，你走了，我们怎么办？虽然我老嫌弃你给我们添加工作量，但是没有你，那些隐藏在水下的秘密根本没法被挖出来。你们都夸得我不好意思了，可我说了风干，反悔也不好啊。师傅，大事不好了！有个美丽国钓鱼高手给你发视频下战书，说你不敢应战就不是男人。现在全网都喊你复仇打脸他。既然如此，从今天起，我不风干了，我还要做世界钓王，让全世界都看到我们华国的钓鱼技术。